7月19日，陪你讀新約，使徒行傳16章1至24節。提摩太跟保羅、西拉同工。保羅來到特庇，又到路斯德，在那裡有一個門徒，名叫提摩太，是信主之猶太婦人的兒子，他父親卻是希臘人。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稱讚他。保羅要帶他同去，只因那城地方的猶太人都知道他父親是希臘人，就給他行了割禮。他們經過各城，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長老所定的條規交給門徒遵守。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，人數天天加增。保羅看見馬其頓人的異象。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，他們就經過弗呂家、加拉太一帶地方，到了美西亞的邊界。他們想要往比推尼去，耶穌的靈卻不許。他們就越過美西亞，下到特羅亞去。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，有一個馬其頓人站着求他說：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。保羅既看見這異象，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，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裡的人聽。呂底亞歸主，於是從特羅亞開船，一直行到撒摩特拉。第二天到了尼亞波里，從那裡來到腓立比，就是馬其頓這一方的頭一個城，也是羅馬的駐防城。我們在這城裡住了幾天。當安息日，我們即出城門，到了河邊，知道那裡有一個禱告的地方，我們就坐下，對那聚會的婦女講道。有一個賣紫色布匹的婦人，名叫呂底亞，是推雅推拉城的人，素來敬拜神。他聽見了，主就開導他的心，叫他留心聽保羅所講的話。他和他一家既領了洗，便求我們說：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，請到我家裡來住。於是強留我們，在腓立比被囚。後來我們往那禱告的地方去，有一個使女迎着面來，她被魔鬼所附，用法術叫她主人們大得財利。她跟隨保羅和我們，喊着說：這些人是至高神的僕人，對你們傳說救人的道。他一連多日這樣喊叫，保羅就心中厭煩，轉身對那鬼說：我奉耶穌基督的名，吩咐你從他身上出來。那鬼當時就出來了。使女的主人們見得利的指望沒有了，便抽住保羅和西拉，拉他們到市上去見首領。又帶到官長面前說：這些人原是猶太人，竟騷擾我們的城，傳我們羅馬人所不可受、不可行的規矩。眾人就一同起來攻擊他們。官長吩咐剝了他們的衣裳，用棍打了許多棍，便將他們下在監裡，囑咐禁卒嚴謹看守。禁卒領了這樣的命，就把他們下在內監裡，兩腳上了木狗，